再去看世界，来看上悬的教堂，这是德国乌姆大教堂，对西元1377年开始起，中内摆因为政治宗教欠资金这问题，头尾是起要500吨，到1890年才完工。是到目前为止，伊的教堂的塔楼也是世界第一高。严格呢，等到2026年，就会换起144吨的西班牙圣家堂完工了后，世界第一的大位就会换人做啊。行下国家楼梯爱爬768卡马前到德国乌姆大教堂塔顶，虽然爬楼梯互人喘屁屁，毋过爬起了后看过路痴，互人感觉真有价值。乌姆大教堂有3个塔楼，上悬的塔顶是161.53公尺，是目前世界上上悬的教堂塔楼。虽然参观教堂是免钱。毋过，想要爬起哩塔顶，就需要买5欧元，差不多代表176块的门票。Ulm nicht unbedingt so kennen, aber wenn man dann sagt, wow, ihr habt die höchste Kirche der Welt und den höchsten Kirchturm der Welt, ist es schon natürlich auch toll gewesen, klar. 高调式建筑的乌姆大教堂挖多瑙河，为1377年开始起，1545年因为政治压力、宗教改革甲资金欠缺这原因暂停，一直到1844年才开始搁继续起，最后伫1890年完工，因讲是起的时间超过500年。另外，乌姆大教堂伫1993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不过，在地人讲，因其实搁较喜低调过生活。Die Schwaben sind eher so im Understating, ja, wie heißt das Understatement? Die lieben eher das Understatement. Die wollen nicht, die machen es zwar, aber sie wollen nicht allen erzählen, dass sie die Größten sind, ja. Deswegen sagen sie, das muss nicht jeder wissen. Das reicht, wenn wir es wissen. 经过140年的等待，由西班牙有名的建筑大师高迪设计圣家堂第5座中央塔楼已经完工，按算伫2016年，也就是高迪过身的100周年完成第6座塔楼。到时阵会取代德国的乌姆大教堂，成做世界上悬的教堂。公司新闻新竹8编译。